它有一個熏蒸，孔洞啊，有這個火山口嘛。松針裡面會熱氣的時候會出現那種油啊。全國唯一的獨一無二的優勢。躺的時候泡的時候，我一直在默念着吸天地精華。松針與地熱，便是這天賜的精華。新鮮的松針在蒸房裡經歷了一場寂靜的蛻變。高溫蒸汽逼出松枝，香氣彌漫的同時，它也變得乾癟枯黃。松針的使命，正是在這場溫柔的獻祭中完成。枯榮之間，松枝成了被追捧的良方。一呼一吸，香氣入；一蒸一潤，油脂浸皮。一番下來，心神與皮肉皆是通透。泡的時候要有方法。我以前沒來這裡之前不知道怎麼泡溫泉，來了之後我才學會的。泡幾分鐘的話，就去蒸1個小時，一天3次。就3蒸3泡。一蒸一泡，熱氣先行，開竅活絡；二蒸二泡，水滲筋骨，真氣灌體；三蒸三泡，暖流奔走，自是紅光滿面，破鏡大廠。